人生70，其實我一直得到上天佢嘅照顧，俾我呢一生人遇到好多貴人，因為呢啲貴人令到我一生人所行嘅每步路都行得平平穩穩、安安全全咁渡往每一個關口。遇到你哋有人問我，其實你覺得人生係咩意義呢？我覺得人生只係一個體驗嘅旅程。我好開心有我嘅朋友、兄弟姊妹，你哋同我一齊去欣賞沿途嘅風光、沿途嘅美景。我嘅座右銘就係：我呢一生都冇失敗，因為我唔係成功就係成長。我呢一生都冇敵人，因為佢哋全部都係我老師。我唔係得到就係學到。我呢一生都冇白走嘅路，做得好就慶祝，做唔好咪就記住咯。所以我容許一切嘅發生，因為一切嘅發生終將有利於我。